華爾街六度結束之後啊，我們要进入正題了。今天第一个话题啊，也和空军1號相關。什麼話題呢？就是在川普在空軍1號返程的時候，面對媒體啊，終於可以吐露心聲啊，他到底這一次3天2夜見習近平聊的內容到底有哪些？是習主席非常關心的。那麼川普在空軍1號上啊，整整和記者溝通了將近半個小時，有半個小時的時間。那麼川普在空軍1號的這個復盤啊，提到台灣，提到芯片，提到伊朗，提到大豆啊，提到習川正式會面和茶敘，究竟談了什麼？他說的信息量非常大。川普一開口就給這一次中國訪問打了高分，說這幾天是非常歷史性的一幕。川普在上飛機之後啊，上了空軍1號之後啊，也是終於可以自由上網衝浪了啊，連續發推啊，甚至連這個高志凱、鄧小平的翻譯啊，高志凱的評論的一篇 CNN 的文章啊，也被川普轉發。那麼這篇 CNN 的文章啊，講的是習川峰會，高志凱給出滿分10分，打出9.9分的一個評價。那麼看來川普是真的非常滿意。那麼川普到底在空軍1號上和媒體做了哪些講述呢？他說習近平不可思議，兩人相處得很好。那川普最先強調的是商業成果，他說中國同意購買200多架波音飛機，未來甚至可能擴大到750架，還提到通用電氣的飛機發動機的訂單。他說美國農民會非常高興，因為中國會購買數十億美元的大豆。那川普應該是想把這些呢，包裝成一場貿易勝利。當然，最敏感的問題還是台灣。有記者就問川普總統，你和習近平談台灣到底談了哪些內容啊？談了多久啊？談了多少？川普說，我和習主席談了很多，而且談得非常詳細。習主席非常反對台灣走向獨立，認為台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引發強烈對抗。川普的表態非常的謹慎，他說自己聽取了習主席的意見，但是沒有做出承諾。對於美國是否會繼續對台軍售，川普只說會在短期內做出決定。這還要和台灣方面進行溝通。還有記者追問啊，如果台海真的出事，美國會不會保衛台灣呢？川普沒有正面回答，他說啊，只有一個人知道答案，那就是我。其實習主席啊也很關心這個問題，習主席當面也問過川普這個問題。但川普說啊，我不和你談這些啊，這個我們今天不談這些。說明台灣問題雖然被擺上桌，但是川普留着他的底牌。而伊朗問題啊，也是這一次川普在空軍1號上跟記者交流的重點。川普說，他和習主席談到伊朗和霍爾木茲海峡，他認為伊朗不能擁有核武器，他是再三的強調海峽必須開放。那川普還說，中國也希望霍爾木茲海峽恢復通行，因為中國大量能源依賴這個海峽的通行自由。但是美國不需要中國幫忙啊，美國已經把伊朗軍事力量打得差不多了。那麼在這一段採訪中啊，川普是繼續強調他和習主席的個人關係。尤其他提到啊，自己去了習近平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中南海，這是一個很罕見的安排。那麼關於為何習主席要帶川普總統去中南海，還去了靖古這個地方，我們放在最後一個話題跟大家聊。那麼在北京時間5月15日，兩人一起吃了個午餐，隨後這個川普就去趕飛機了。當然了，還有芯片問題，尤其是英偉達的 H200 芯片。川普也承認，確實談到這個話題。他說中國需要這一類芯片，但中國目前還沒買，因為中國也想發展自己的芯片。關於購買英偉達的芯片，川普認為未來可能也會有所進展。那關於人工智能，川普說中美雙方的正式會談也談到了。他認為美國領先很多，中國排第2也很強，但雙方可能會在 AI 護欄方面的合作，避免技術帶來失控的風險。
那麼其實，在昨天啊，川普有發一条長推文，川普的这個長推文啊，說到習主席評價美國的衰落和川普總統無關啊。川普解釋說啊，習主席指的是拜登時期的美國衰落，而不是現在的美国。川普還劃重點說啊，習主席稱讚川普讓美國重新成為世界上最熱門的國家。基本上啊，以上就是以這個川普在空軍1號回答記者提問，那記者是非常的好奇，因為記者美方的记者啊，西方的记者在整個川普訪华期間啊，他們的這個行動啊，並不是非常的順暢，尤其是在天壇參觀的時候啊，我也看到有一批記者啊是被困在了一個小房間裡啊，沒有辦法是去自由的拍攝這個習川的互動。那麼我們第一個話題就是川普在空軍1號總結這一次訪華的一個結果，以及他和習主席之間的互動，尤其是會面交談的話題內容。不知道何明先生關注到川普在空軍1號上的這番發言沒有？什麼？在空軍1號上的發言啊，我看了一些這個片段啊，主要還是從華爾街電視的 X 賬上啊所追蹤的。那昨天我的主要的一些內容都是依賴這個華爾街電視的這個 X 賬上。如果小楊方便的話呢，麻煩你把這個賬號啊這個放到我們的留言區。我覺得小楊剛才講的有一些基本上是話術啊，這些話術吧，因為通過媒體記者的這個推文吶，或者是一些視頻發出來之後，大家可能有不同的這個理解譬如說這是中國發的這個物品在空軍1號上面能不能登上空軍1號？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的話，任何一個國家元首的空軍1號，尤其像美國和中國這樣一個高度敏感和強大的國家，他們對空軍1號的上去的各種物資都會基於安全理由，你要盡量的去掉不能確定安全因素的一些物品。所以這個行為按照一般來講是安全的基本標準，它不是針對中國的真的什麼禮品或者是什麼東西的一個鄙視一個無理這個不能認為是美方的無理。第二個是這個記者和保安或者是警衛的衝突的問題，甚至還發生了中美之間的這個警衛的衝突的問題。其實這種情況在元首或者是國家領導人出訪的時候經常發生的事情，因為每一個人都會基於自己的這個職業來做出分內的事情，一旦他認為突破了他的職業一個危險，那麼他就會走難。比如說負責記者安排的人，如果他接到的命令是某一些場景記者不能去譬如說這個元首的峰會那麼記者可能陪個幾分鐘記者就趕走或者說有一些場景記者就不能去，但是記者是要想盡一切辦法拿到現場的畫面，所以记者會跟安排的人員、保安警衛會有时候會產生衝突。另外就是兩國的這個警衛系統他們也會產生一些經常性的一些衝突，因為各自的領導人的保安是他們的天職在他們的眼中沒有任何事情比保護他們的領袖更重要，所以別的國家或者任何人對這個安全在他們看起來有危險的時候，他們就會跟對方產生衝突。那我參加過這個很多次的這些領袖出訪活動，或者是領袖的見面的這些活動即使美國在這方面的嚴格的要求比中國要高很多很多。比如說我們要聽這個雙方官員的這個吹風會，所謂的吹風會就是把這個隨團的記者或者是專門採訪白宮或者國務院的這些記者集中在一個房間
啊，由美方的高级官員跟大家講一講啊，美方的立場是什麼啊？通過吹風會本身來影響大家的報道的取向啊。這個時候，這個官員的名字是不能洩露的，這個官員講話的畫面是不能拍攝的，但是記者們的行裝啊是要經過嚴格檢查的，除了一般的安檢之外，還有這個警犬檢查。這樣的官員往往是副部級以上的官員啊，但是他們的檢查這個非常嚴格。哎，中國方面基本就無所謂啊，就是一個副部長啊跟大家講一講啊，然後基本上是比較輕鬆的，甚至還可以說這個小李你怎麼樣啊？你這幾天玩的怎麼樣啊？緊不緊張啊？就是這種關係是比較友好的。其實美國對自己的記者也是算比較友好，這個吹風會。但是有時候出訪活動的時候這個媒體和保安人員產生衝突，不僅是在國與國之間，而是在這個自己的人中間也產生衝突有一次朱鎔基總理他去伊利諾州的一個農場那個農場離芝加哥有一點距離，那我們去了之後人就不是很多了因為這個高管們已經見了總理已經很多的高管也聽了朱鎔基的這個演講那個時候我記得還有摩托羅拉現在大家可能都忘記了這個公司了。那麼到這個農場呢去的時候，因為有一段距離，所以交通工具都受到了這個限制所以到了這個農場的時候就根本就沒有安全檢查了，就沒有安全檢查。你要是美方，那你還是要这一次進行安全檢查。那朱鎔基我們很容易就接近，就是你站在他旁邊可以，你尤其是在這個時候，因為總理他帶的這個部長比這個國家領導人要多比如說特朗普總統去這個去中國是帶了3位這個部長，而國務院總理他可能帶7、8個部長都有可能，因為他是更多的是務實解決一些問題，所以你在這個時候跟那些部長們呢就很容易接觸對吧？某個部長你要跟他聊，他往往都願意跟你聊，因為他在旁邊也無聊，對吧？很邊緣化。你平時很牛哄哄的部長，在那種場景之下，你就好像就是一個跟你一般人站在一起的小人物一樣的，所以很容易接受他。那麼這個時候呢，警衛員就是中央警衛局的警衛員，他們還是非常警惕的。所以如果記者跑過去跟朱總理要講什麼話就是容易被攔住。那我就看到了這個有幾個小伙子就攔住了幾個女孩這幾個女孩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是中央電視台還是什麼電視台的對吧？牛哄哄的結果呢，這個記者這個警衛局就攔住了他們，其中一個女孩子就發飆就大罵這個中央警衛局的人那中央警衛局的人我看了大概就是20歲出頭吧，很年輕很英俊就只有笑一笑，很尷尬有時候記者還是比較容易發飆的尤其是中國的官方記者有時候比較厲害，因為他們動不動就跟某個部長或者是什麼副總理甚至總理可以扯上關係那這種衝突基本上是杯子裡的風波這個沒什麼了不起的。但是如果你報道出來，尤其在現在的社交媒體，很容易把它上升成為一個中美關係怎麼樣的一個表示。有人說那你這個中國人剛剛給你禮物你就扔掉了，我覺得未必吧，禮物嘛，這些禮物我們是這個出訪活動或是參加重型這個典禮的時候是有這些禮物的，但是這些禮物都沒什麼了不起的，對吧？你像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那我是作為一個這個國際記者嘛，去現場報道，那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領一個大包那個包就是這個裡面裝了很多東西有贊助商的很多的宣傳資料那些東西大部分都是垃圾，你肯定採訪完就扔掉了如果你要上這個這個官方的這個領袖的專輯，那這些東西基本都是應該扔掉的，因為你不確定
這個裡面有什麼東西啊？所以這些東西尤其在這個領袖演講，你這些東西可能都搭不進去。所以我覺得啊，這個《紐約郵報》這個記者講的東西，是不是更多是基於安全標準的這個需要，而不是簡單的針對中國？當然了，就是說啊，在這樣的警惕之心啊，兩個大國啊，確實是都比較厲害。你像特朗普總統在今天的空軍1號上的講話，剛才小袁講的大概29分鐘吧，啊，29分鐘，我們的民間電視等一下就會把它全程翻譯直播出來。這個裡面講的就是其中講的就是你們有沒有談到網絡安全啊？特朗普總統就講了，我們講了很多網絡安全啊，但是特朗普總統講的，哎呀，我們都做了很多你們不知道的事情了，就是說。特朗普的可愛的地方就在於，他不僅只是講你們侵害了我們的網絡，其實同時我們也侵略了你的網絡，啊，這些東西就是各司其職嘛，對吧？美國有自己的網絡安全系統，那中國也是有，所以在這樣方面的提防啊，作為敏感人士來講都是比較重要的，啊，比較重要。你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啊，美方的一些敏感人民。回到中国去中國的时候，要把手機換一個新的手機啊，要換一個新的電腦或者用一個破電腦啊，這都是常規動作。那反過來講，中國的敏感人員到美國也是一樣的，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啊，你的行李過安檢之前是不是被人檢查了，你根本不知道你住酒店的時候有沒有人找你的行李，對吧？或者是查你的手機。啊，剛才小袁講了，你在美國的機場，你去充電的時候，你都很容易這個信息被切走啊，這就是取決於你到底有沒有非常多的敏感的信息，尤其是銀行系統的信息，對吧？尤其是私密的一些信息是容易被人切腹的啊。那麼，但是這些東西就是沒什麼吧，沒什麼大了不起的吧，就是都是一些。例行性的安全行為吧，這樣。感謝何斌先生的點評和補充。我們結束今天華爾街論壇的第一個話題，進入到第二個話題。